下面就是讲那个第二个就是苏湖这个原地空泊而赞叹啊，就是第二个课本里面就是讲地理震撼三节目，主他红香为种子啊，就为种子，须弥不学曼达拉三节动摇啊，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震撼三节目，就也叫做是无量真言母啊，就是无量真言母。那么这个杜牧呢，就是其实是他的这个形式呢，就是叫呢，就是踏着这个大地啊，然后这个红子的这个形象呢，就是变为这个种子，然后呢就是发出无量的光，就周瑜的这种光，然后周瑜的光呢就可以这个震撼呢，就是或者是震动呢须弥山呐，就是还有这个不朽山呐、曼达罗山呐，就这些是一般在天界当中或者是龙宫当中，或者是在人间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些相同，就相同和不同的山的这个名称啊。那么这些山呢，就是在一般来讲是世界上是非常这个难以动摇的。那么杜牧的这个能力和他的依靠种子咒和一种这个力量的话呢，那么整个三界当中啊，就是色界、无色界和欲界啊，在整个三界的所有的这个山河大地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些世界呢，就是可以这个震撼，就是可以震动啊，就是可以这个震动。所以呢，我们都想到这个杜牧呢，就是没有一个不能这个战胜的，就是可以说在实践当中的最这个有恐怖的一些这个力量的就是包括一些魔掌啊，或者说是人们呢，就是觉得是这是特别难以就是控制的这些这个甚至就这些的话呢，就是都可以的就是这个杜牧的圣像呢，应该是这个红黄色的，然后标志呢，就是其他都是相同的，就是乌婆罗花上面呢，就是主要是有一种这个佛塔吧，就是好像是不是有没有？这里好像其他的一些上面是有的，这里看不到，有没有？有，哎呀，要就要吧。这样的，这是这个，所以每一个杜牧呢，就是它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现象21杜牧呢，就是都有不同。这次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想得起来的，就是跟大家说了，就是想不起来的，有些可能不懂的呢，并没有这个说但是呢，从总的来讲呢，就是的确在从这个历史上也好，就是现在的一些这个公案事迹当中呢，就是杜牧的这个价值是不可思议的。以前呢，就是你没有这个信的话呢，但后来呢，就是也有这个非常这个信的。以前印度呢，就是也有一个叫做是桑达木扎，就是特别了不起的小乘的这个班智达，就是居士论的非常精通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后来有一次呢，就是他在做梦的过程当中呢，就梦见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释迦牟尼佛身边呢，就是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是告诉他，就是你要学这个学习佛法的话呢，就是不仅是学小乘，就是还要学这个大乘佛法就学大乘佛法。然后他信了以后呢，就是他按照这个，其实这穿着蓝色衣服的这个女子呢，就是杜牧的，就是杜牧的身上呢都是不相同的。然后按照他的这个手机或者是梦的这个提示的话呢，然后就是他就前往这个肯斯尔米尔就肯斯尔米尔，然后呢在哪里呢就是去学这个大乘佛法。在路途当中的话呢，就是他这个遇到了就是一群特别恐怖的强盗，然后这个强盗呢，就是不仅是把他的所有的这些字据就全部都抢光了，甚至呢，就是他拉到他们的那种道场里面去，准备呢，就是把他就是做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做那种在这个神像面前呢，就是做这个祭拜就是做这个祭祀供养，就是做祭祀供养。他正在准备这个杀害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起来就是他的这个杜牧，然后呢，就是他就使劲的去这个祈祷就是使劲的祈祷，使劲祈祷的时候呢，当时这杜牧的这种画线呢，就现象然后很快的时间当中，原来他们的这个造像呢，就是马上这个就自然而然就是破碎了就自然而然的全部粉碎了。然后呢，这些这个歪道徒呢，就是对他也是升起很大的这个信心，就刚开始特别害怕，然后就是不但就是放了他，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财物来这个对他就是进行这个供养
啊，就供养。所以我们这个极个别的有些人呢，以前呢就是可能学习这个小乘佛法，学习包括就是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对这个度母为主的这个一些佛法，大乘的一些佛法呢，就是的确也可能有些是不理解的，但实际上这是自己的一种信念。说实在的，我们这个真正的很完整的这个佛教的话呢，不仅是这个先宗要学习，更重要的就是密宗里面的有些道理没有学习的话呢，就是其实这是一种这个缺少，就是可以说是就是需要就是就补充的，要完整的，否则呢，你只学一个先宗，如果你没有就是懂到密宗的话呢，我们密宗里面有很多的这更深的对佛法的一些修法，我们很多人认为是就净土法门是纯粹是一种现宗，其实也不是这净土法门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道理呢，就是如果密宗来这里了解的话呢，那就更加就是圆满就包括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存在，阿弥陀佛的真正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身相就是他度化众生的很多道理呢，如果用一种密宗的这种方法来解释的时候更圆满，就是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祈祷就是度母的时候，就是能这个牵出很多的这种这个痛苦就是痛苦就包括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违缘。就是这种违缘呢，有些人讲这个魔很恐怖的，这个邪道呢就是特别这个猖狂，就是这种什么邪神呢就是很猖狂，我们很难战胜的。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时候呢，越遇到这样恐怖的鬼神恐怖的一些外缘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比如说，你建一个寺院，或者你自己修行过程当中，你觉得呢，就是这次这个违愿实在是没办法抵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就是祈祷这个度母的。原来印度南方呢也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寺院里面就是也是这个小乘的这个寺院里面，但这个小乘的寺院呢，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应该说是佛法很这个兴盛的，但是他们里面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他们经常在参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从看到历史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罗刹，就是在实践当中特别猖狂，就是现在真正的这个罗刹都是好像没有，但是外星人的危害呢，就是确实也时都是经常有这种出现，就是还有外星人就是互相还有很多的，就是东北那边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其实我想呢，一个是现在有些人是特别害怕外星人，有些人特别害怕就是互相还有一些就是南方那边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鬼神的这种危害。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祈祷度母很重要的。但是另一个寺院里面呢，就是也是经常有这个落差，就每一次的是一些僧人呢，就是在森林里面参修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恐怖的落差，就是过来，就是把人呢就是调走，就是然后有一次呢，就是遇到一个小沙弥小沙弥正在这个树下做参禅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了就是深色黑色的，就是这个尿呀闭路的，就是特别可怕的一个落差呢，哇过来了。然后呢，就是把他吊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小沙弥也知道是自己都已经就是就没有这个希望了。但是他就祈祷他以前呢就是对这个度母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只听说是遇到最关键的时候，祈祷度母会让千手为愿。然后这个时候，我刚才所讲的，其实我们人都有这种习气。你平时很快乐的时候，可能不会想，比如说我没有生病的时候，你说这个药特别特别好的话呢，我就不在乎，就是。然后病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别人说这个药很好，其实我这句话是原来的听过，但是我原来不在乎。那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我就特别要求救的时候呢，我就可能就希望他来就是解决我的问题。就是当时那个沙弥呢，也是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祈祷度母，就是结果呢，度母就是显现这个愤怒相显现这个愤怒相呢，就是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就是拉着这个宝剑呢，就是开始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威胁，就是罗刹呢就是一下子特别害怕，就是马上就是放弃这个小沙弥，就是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度母面前就是跪谒，就是从此之后呢就是再也不会危害就是任何的这个出家这个僧团就是历史上呢就是
他们的这个寺院呢，就是自从那个时候以来呢，就是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这个非人的这个危害啊，就是非人的危害。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字也好，或者说是人们的世事的这个历史的这种言传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非常这个深奥的一些这个道理啊，就是一些道理。但这些道理呢，就是应该说是并不是恐吓人们的，也并不是呢就是让人们呢就是有另一种这个方式来就是度过，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括说实话，就是唯物论的有些这个理论的话呢，就是让人们的这种脑啊，就是洗脑教育，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就是在脑海当中的话呢，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唯物吧，就除了这个钱以外，就是什么就其他的没有的，就是这一点呢，我并不是就是非常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其实这个做法呢，对人的这个思想上呢，什么都不相信。其实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包括一些苗谣啊，就是包括一些实践当中不可这个思议的一些境界的话呢，就是都一一的否认，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人类的悲哀，就是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我们就如果从小都是在教育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应该是就是心里面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的特别奇妙的事情呢，有揭示的一些这个能力啊，就有揭示的能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那就是除了我们眼前的这桩事以外，就是什么事都就一概否认了，那这是一种这个人类的一种这个无名吧，就是一种愚痴吧，就是并不是它是一种进步或者是一种迈步的一种这个象征啊，就应该呢，我们也反省，就是我们这个所成长的，就是各方面的一些这个状况，就是所以我们对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深深的道理呢，就是千万也不要认为是就是很多都是一种这个说法而已，就是里面呢有很多这个深奥的，就无法用我们世间一般的语言来描述的道理呢，应该这个在其中啊，就是在其中。所以呢，就是我们平时如果你这个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地水火风啊，或者是世界的是很难以，就是我们很多人很难以敌对的一些违缘的时候呢，就是都要这个祈祷啊。就是以前我们学院的是有时候呢，就确实是出现一些在这个佛法方面遭到了一些违缘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也是一起就是僧众一起呢念这个聚光护摩啊，就是念度母啊，念观音心咒啊。那这个过2天的时候呢，就是这种违缘呢，就是也是很稀有般的，就是牵出。包括我们有些佛教徒呢，就是你生病的时候出现违缘的时候，马上要就是叫前的念经呢，自己也念呢。可能没有信仰的人看呢，就是这种做法是很愚痴的，就是怎么回事？到临头的时候你用，其实。如果我们遇到了就是特别就是好的一些本尊的话呢，马上依靠他的能力就是可以解决的。实际上也有这种习惯了，比如说你这个遇到了一些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交警就是抓着你的话，你车已经弄到那里不给你的时候呢，你就告关系，就是马上要找更有能力的人呢，就告关系把他拉回来。就是你如果被关在监狱里面，本来是15天，就是然后临时拘留，就是然后呢，就是你有一个亲戚的话，那马上给他打电话，就是可不可以就是让我放下来，就是然后这个有能力的话呢，一打电话就是马上就让你就出来了，就是这种故事特别多啊。就这些故事呢，我们都不能认为都是传说啊。